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前年的2月讲，高雄开启从乌阳到后港海，全国公开的天气为数到欧洲在，最里面沙抢走废弃物清理法裁罚300万元。公众人员唔免冒吹如黑强判，引起民众的不满。为错到补救莫个发生安尼的事情，立法院去年底上头通过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重点包括提高罚款到超过2000万元，每加重刑事责任，为追讨不当利得，还个添出内部经纪人保护条款，特别要求爱执行公开透明。讲到水污染，乡亲对受利害应该含有印象，认真不满中华烟管同犹太港天造成污染，新竹新埔受利害沿岸的居民抗争那个倒摆。有2間公司都應承今年底要做到廢水總開廢水零排放。當地居民已經開始持續要來復育附近環境，也等論看廠商到底肯負擔環境成本麼？年底零排放，希望喺工廠入去嘅都實行。想到了家乡这个生态已经被污染了，我们就做了生态池。拍出数天内建立生态池，新竹县新埔乡的居民为了扶助小里溪，去年开始到4年的堤防睇小里溪的水，用植物来鼓励青花训练。提议富是系用嗰種嘅煙尾花，煙尾花佢做得吸附重金屬。第二團呢，佢是用水晶煙，水晶煙呢，佢強用吸附之外，佢會慢慢去分解。哦，第3期嘅時間，我哋種樹種嘅時間吼，是有種嗰種嘅種到嘅蓮花，但是蓮花下上唔起來吼，是嗰種嘅光葉水菊是上得動茂盛哦。所以抽煙嘅時間啦吼，讓來因為了生態池落來嘅時間吼，就10種嘅入個。鳳蝶、還有紫斑蝶、青斑蝶，當到嘅入個同埋落來差唔多19種啦吼。過了第3期嘅時間，又經過殺菇期吼，嗰種係吸附排解過濾果實，用砾石去使不以乾淨嘅水流到水每日敷啦吼。嗰敷是種到到喺台灣本土嘅台灣萍蓬草。喺台灣萍蓬草，我哋希望種到該為做得經過我哋透天嘅吸附分解到過濾，做得落去嘅水係強嘅。港天太廠發展同猶太進行年底之前廢水做好回收零排放，佢正經做到之前，居民已經開始同啱選落富裕生態，希望等到經濟無工業歐洲水嘅污染，小里溪是在用清潔嘅速度恢復本來甲級水體嘅標準。你條水當重要啊！你條水連當你話前你三角水前流到新埔，流到竹邊你非常多人嘅人口非常多，影響又非常大，所以你會當咗必要來做富裕嘅計劃。我哋話生態池講起才會做又摸又效果摸，我哋講你摸着星光講效果摸到，但是我哋是做一隻示範，本體驗啲講可能你都喺產前嘅構建之間你做一道對土地友善環境嘅做環境教育。安用長係講，有隻當代嘅企業發展猶太2間面板廠，自民國89年到桃園龍潭小里溪水頭施工廠開始，居民發現本來係甲級水體，實在接受嘅河壩水水質受到嚴重破壞。前幾套水質檢測嘅時，發現到自然環境地圖無嘅重金屬人土木，居民因此安尼發起抗爭。經過15年，總算得到2間業者認證，到年底之前做好全回收零排放嘅措施。15年的法律程序全部行到了，你唔能嚟做，我就擋唔掉了呀。你啊報告是繼續排啦，從你按幾位枯水期差唔多4/5嘅小里溪嘅水全部係佢哋供應啦。你對你哋嚟講非常的當荒謬嘅事情啊！因為你只太長到了龍潭山。你全部排到小里溪，小里溪就是你的水源頭，你取水的地方。我哋到位自來水普及率可能5家里可能不到10%，自來水普及率當代，嗰個你那個灌溉水全部用了，
挑白安尼浪费做在打良质米，因为怀疑有达污染，我就是唔敢打良质米。台湾的工厂当中，太细黑化名物火把，工人是环保人员查到唔复查，为了有效查到减少人力的消耗，工业重建桃园市去年开始，都是违规的工厂放入口用刺痛监测仪器，24点钟来监督工厂的排放情形。这个水质监测设施呢，它最主要监测3个部分，一个是 pH 值，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导电度。那一旦我们的系统发现这3个水质项目有异常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发送电子讯号到云端的一个系统里面来，然后云端系统会马上把它转成3G 的一个简讯，传到我们的稽查人员的手机里面。那我们稽查人员可以在30秒的一个通报的时间范围之内，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去做相对的稽查。同有可能造成污染的日蓄排水口，也系已经停工的工厂放流口。水流到显起来是在看到排水口水风接近水缸，只要工厂就无正常排水的情形，水流入去管道引起低度金属片的反应。稽查人员会积极去处理，来监测工期每本年按照天子脚下。基本上我们在装的时候，我们会现场测试给业主看，说你看。水流过去，我马上就知道你有偷排废水的行为，所以说基本上他知道说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测试的成果之后的话，都不敢再有偷排废水的状况发生。前年营业港高雄起车厂同头潭港的欧洲水直接排放去出海口，造成后近期几千公顷的田区污染。当其时，台一家商出批评，要求重发营业港，但是后来经过法院判决，只系用废弃物清理法罚300万的罚金，引起纯粹轻判的疑付，所以各界商出要求修法，希望莫个有安尼的事情。新的修法版本明确规定，尿流排放同加水偷探系违法嘅，新高罚60万，连晚提高到2000万，但系伤害到人的空间，轻重罚判无期徒刑。像就说从那个日月光问看到的一些绕流排放啊，或者就说用大量的用自来水去稀释之后再排放。类似这样子的犯罪形态，就是违规的形态，因为这样子其实等于是他根本没有让污水处理设备发生功用，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说重新盘查之后，把它补足了该有的一些处罚规定。尿流排放讲的是厂商头先前起工厂的事，都应该清楚列出欧洲水处理的设备同流程，送往主管机关来审核。欧洲需要经过前天政府列的处理设施，将时代排放去放流口，但是有的厂商为了避免增加处理的成本，所以冇做任何一个尝试，只系尿流排放。甚至有的厂商用假水来偷探，也系未安管直接排放欧洲水，造成更加大嘅环境负担。包含这个绕流排放或是稀释啊，这个东西在没有得到一定的允许之前的话，那其实排放出来的水，如果是污水的话，都要被科以刑责啊。这个东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重的。那也是使得另外同时也是使得那个厂商的负责人，就是以前都是说把它推给这个环安的单位啊，或者底下的人没有做好，这个负责人也可以加重一并被求处相关的刑责。这个东西是这次修法当中我们认为比较进步的部分啊。除了同负责人就系期望人员加强呢固执的刑度之外，还含增加判 BB 的人保护条款，公共去公司内部污染事实的人员是得到保障，还有用部分的财法金额来做奖励。但关人机工厂的机场变化太强，往摆小离奇事件直到放流水低度，让出摩托规定低度的重金属人涂抹。礼拜小贩未要求厂商和交通公布机场低度用的有害物质资讯。因为有一些事业，它用了什么样子的化学物质，什么样子新的化学物质，这个公司里面是最清楚的，它的制造程序人员是会最清楚的。好，那可是这些物质在我们放流水标准里面的那些项目又没有管到，有没有去管制到？那没有去管制到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鼓励这些事业能够揭露那些讯息。我们去定了一个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那这个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里面呢，我们把这个
化学物质的输入从上游端就做了管制，然后他们就拿到工厂去用了以后，下游排放出来的污水，然后我们再透过水污法来管制。好，那我们希望台湾的化学物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大概都有一个相当良好的管制。礼拜水务法修法，今年当年排水1000立方公尺嘅大型工厂，又係工業區，而且刺痛監測嘅設施。環保署預估，是在監測全台灣大約56%以上嘅風流水。去年底造成零排放之前，由太同發現嘅風流橋，當年排放出來嘅水加起來有3萬公噸。為了零排放嘅進行，居民希望是在就時間完成。因為你污染天的泥塵。你的國家環境本來就按壞的環境，這是一個很錯誤的示範。你講階段性損傷了，但是整體的款人民輸掉了。我們你都要修貼你的整個環境，也可能洗面、你洗面，然後有可能恢復到漂白。透過你的復育的過程，透過你這個環境教育嘅推行是慢慢呢。用因是會下去小利息，好把讓你的人民係一個共生的一家環境，所以希望你哋昨年係坦白時講，你哋全部人能夠你哋當親近小利息，該小利息作為你的母親河講適當。法院同猶太的零排放施工進度，由桃園市同新竹縣政府聯合監督，居民希望政見是在就時間做好，國家嚴條的法令未是在做好，莫個本工業污糟水來吐人民同環境。